国配偶周满之涉嫌摕中国的钱进行统战，犯着国安法，本地判无罪，经一审平判，改判8档有期徒。决心要大决定栏，川普表示反对美国的欧洲国家关税加十趴。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日本媒体 NHK 报道，熊本县阿苏市一只观光直升机对阿苏卡迪里动物乐园来起飞，中岛伫咧阿苏山山顶附近的失联直升机，哪像是载2个台湾乘客甲1个驾驶员，拢总是3个人。越南外交部表示讲，驻福冈办事处伫第一时间有联络熊本县政府来了解状况，不过因为阿苏山地区大大雾，所求要过时间。中国配偶周满之伫3档前涉嫌摕中国的钱，伫台湾发展组织进行统战，犯着国安法。本地高雄高分院认定罪证不足，判伊无罪。不过检方上诉，经一审高安局有用公文回应法院，讲周满之接触的中国单位，毋是单纯的民间交流。专案并盘，改判周满之8档有期徒。伫高雄的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也就是这个穿红甲的查某人，这是3年前伊去用苏早带转去精神的画面。伊为中国过来台湾，摕到台湾的身份，去检调查出伊伫台湾发展组织进行统战，原底上判无罪，不过经一审错并盘，改判8年有期徒刑。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及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依照国家安全局的函复内容以及卷内资料，都是依照中共统战系统的政治指定所为，属于受大陆地区官方实质控制之团体。周满之本地是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甲中国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成员。检方上诉了后，国安局透过公文回应高雄高分院，周满之接触的中国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民间交流的组织。法官认为伊的行为有甲几啊年。组织的战绩严密，还佫直接向中共统战的高赞，请因指导，还佫有金钱的援助，确实是对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造成危害。被告利用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对我国陆配新住民或新住民2代进行渗透，以实质威胁中华民国的存在。应该是有吧，因为他们那天还在这边发便当好像大陆的哦。女生是大陆的啦。20下晡去到协会来查证，铁门锁的内底无半人。打电话给周满之，伊讲话当中感觉会出来伊的委屈，私底下讲无排除会找其他司法的管道来自救，不过拒绝出面对外回应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天线观众朋友，3个前后说，强烈大陆冷气团落来，全台湾开始10-10气象署预估讲，北部地区拜3拜4上介寒，剩10度，也中南部地区要注意，这个早暗的温差是真大。北台湾的天气是真湿，阁真冷，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气象署预估中部以北含宜兰地区对拜日后半天会开始转冷，所以来温度持续在降。拜3拜4会到上低温10度到12度左右，感受是规天拢湿湿寒寒，一直到拜5影响才减弱。另外中南部各地高温是降3度到4度，只是有机会出现好天气，嘛要注意日时暗时的温差。这一波因为受到云量比较偏多，辐射冷却效应其实比较减弱，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波来说的话，大概低温都来到12度上下而已。这波冷空气甲唔够寒流的等级，气象署分析这是湿冷的类型，辐射效应降低有可能未达标。不过嘛是要注意苗栗、宜兰、金门等部分地区可能有10度以下的低温。另外北部、东北部2000公尺左右的关山，和中部、东部3000公尺左右的关山有小可落雪的几率。不过气温一日啊降落来，病毒嘛会搁较苍手。就诊人次部分，上周是来到104000余人次。较前一周大概是增加12% 左右。那在就诊病例百分比来看的话，上一周是来到10.3%，那已经慢慢接近我们设定的流行阈值。根据疾管署公布上新的监测，国内流感疫情升起哩，2026年的第2礼拜，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数突破10万人。另外13到19新增加17个流感并发重症的案例，内面有真侪拢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有慢性病史的。疾管署提醒讲，到19公费的流感疫苗够15.2万剂，都要过年啊，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紧去做。农历年前，第一个天气冷，第二个大家比较会聚餐、尾牙啦、
或者是家族聚餐啊，那群聚在一起呢，互相传染的几率呢就变高了。在第一线，医师分享讲，门诊的病人确实是有增加的趋势，包括 A 型、B 型的流感和一般的感冒，即马拢在流行，嘛提醒民众一定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美国搁再伟大，和美国绝对主导西半球，川普就失败决定人。虽然川普是用国家安全做理由，也决定人的民众唔接受，爱美国想搁做一顶红帽仔。红帽仔川普是真爱伫写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唔过决定人这顶是写 Make America Go Away， 是为反击川普的威胁。但是川普是打真的，决心要爱美国完全掌控决定人。根据基辅邮报报道，这知影情报的人士是表示讲，美国要提案做决定人99档，也这个办法会当避免直接引起欧洲的反弹，和美国实际掌控决定人的主权，甲北极的战略地位。也川普阁考虑按照这个波多黎各的模式，和决定人的居民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到底咧，决定人也做美国人有完整的双边往来甲贸易的条款，唔过唔免啦，美国说想要用好处来争取民意的支持。也川普经过反对美国提决定人的欧洲盟邦100%会甲引起10%的进口关税。挪威的首相施托尔19在首都奥斯陆，和记者问到美国总统川普是毋是甲打搁在想起讲无摕到诺贝尔和平奖，对这施托尔嘛表示讲，川普确实是真怪异，甚至搁互决定人因为安尼互牵连。Jeg har ikke tenkt å gå inn og kommentere hver setning i den SMS-en. Han veldig opptatt av Nobelprisen. Og jeg har forklart han lenge at det en pris som deles ut av en norsk komité, ikke av en norsk regjering. 施托尔伫顶礼拜6礼拜，针对现主席乌克兰加沙和决定人的局势，私底下发简讯给川普，希望下大西洋双方做伙来降低紧张。但是川普的回应说是受到我终结8场战争，但是贵国嘛是无颁诺贝尔和平奖给我感觉敢若无必要搁专注和平，颠倒是爱思考讲什么才是对美国较好的。落尾搁讲，除非美国完全掌控决定人，无世界袂安全。If anybody thinks that Norway doesn't control the Nobel Prize, they're just kidding. They have a board, but it's controlled by Norway, and I don't care what Norway says. 第迄天，北美航空司令部伫 X 发文，讲因派一只军机去决定人来执行一项筹备已经真久的任务。川普接受美国新闻的专访，访问着讲敢会动用武力去抢决定人，伊的回应是无要评论。国经过讲反对美国提决定人的欧洲盟邦100%会对因加扣10%的进口关税，但是上新的相关民调却显示讲，敢若17%的美国人支持伊的主张，而且阁有8%这么高比例受访者表示讲反对出兵来抢决定人。Okay, Greenland. What the hell? What the hell is he doing in Greenland?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好，也川普伊第2个总统任期未满一档，这段期间，伊为着要打造美国伫西半球绝对的主导地位，实出侪政策来改变国际的规个局势。不过，选民要紧的是讲经济甲这个移民的问题，这两项拢无改善，也民调支持率是无到4成。You're gambling with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You're gambling with World War III. 川普2.0正拄开始，这场当着全世界记者面头前，马泽伦斯基的场面震撼国际，也反映出伊强势外交风格。川普迫使乌克兰签扩散协议来换美国的援助，又搁要求乌克兰挂地换和平。几多遍西过支付甲普丁对话，本来伊是分规规讲，伊上任一天内就当结束俄战争，不过即马过1年也无结果。今年1月，美国以闪电军事行动跨境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主导过渡政府，实际接管委内瑞拉的能源体系。川普所落来目标是格陵兰，伊宣示讲，就要摕到格陵兰的战略地位，一个天然资源，用金钱利诱加关系、军事威胁各种方法，互欧洲各国正反弹。因那加沙问题受伊家己所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由美国一个伊本人所指派的民国主导中建加维安。
川普去年4月对全世界提出对等关系，贸易逆差上大的中国，正交关系不有原到125%，必须各国排队重新谈判。在高科技一个关键产业开大钱去美国投资，供应链大洗牌，关系也真做外交甲安全议题核心武器。建立一个以美国利益为主的核心，主导西半球的东路主义新路线。这种强势作为，在美国国内评价是好歹差真多。美联社上新的民调显示，差不多40%的美国人认同伊的表现，一年来拢维持伫咧这个水准左右。不过经济甲移民的问题，本来是选民上希望伊会当有表现的所在，不过一年来物价拢一直降袂落。扫动移民时阵，即款的手段伤过激烈，也造成批评。这两个项目的支持度拢降到40%以下，也那今年的其中选举也是一个警讯。公司新闻是会两边晓。来讲，保加利亚伫去年12月全国大示威，造成联合政府倒台。无实权的总统拉德夫今嘛是宣布讲要甲这个总统的职务来辞掉。各界就认为，无党籍的拉德夫可能会来做行政党准备国会大选，并要做有实权的总理。Ще депозирам своята оставка от поста президент на Република България. Предстои ни битката за бъдещето на Отечеството и аз вярвам, че ще я водим заедно с всички вас. Достойните, вдъхновените и непримиримите. 拉德夫除了俄罗副总统尤托娃一定会当尽到代理总统的责任，嘛强调保加利亚现有的政治体系是真歹，但是对外界认为讲有可能来筹组新政党。拉德夫伫咧时值演说内面并无讲到这点。拉德夫对冷战的后期到21世纪，拢伫咧保加利亚的空军咧服役，退伍了后，随着投身2016年的大选，而且当选总统，一直到20宣布辞职。这9年内面，拉德夫是真侪摆拢跳出去为元首的立场，公开反对国会含总理提出的政策，包括加入欧元含向美国大采购 F-16战机，以加速含北约组织的整合。拉德夫拢是以总统的身份来动用好国权，但是落尾拢是互国会来推翻。另外，对俄罗战争爆发的初期开始，拉德夫就反对予乌克兰军事和财政的支援。另外，面对欧盟制裁罗西亚的能源事业，拉德夫和匈牙利的总理奥班是同一个阵线，坚决反对减少而且停止对罗西亚来输入天然气。事实上，保加利亚的民众对欧盟制裁罗西亚的意见是真无同，阁有真侪人是毋望能源输入会当有豁免，来减少对民生的冲击。另外，动用红冻结的罗西亚迄边的资金来支持乌克兰的财政。保加利亚的民众反对的比例是有67%这么高。拉德夫未来若真正投入国会的大选，为走向有实权的总理来铺路，甚至敢会筹组新政党，这因素的影响是安怎，拢真受各方的关注。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第56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伫瑞士达沃斯举办，包括美国、乌克兰等64个国家元首拢会参加。也川普的代表团会伫明仔载发表演说，不过会场的外口已经有一寡民众去抗议。委内瑞拉猎人行动、吉林兰的主权问题，拢会是关注的焦点。伫瑞士达沃斯的雪地山坪，非政府组织投射出大幅的川普代表金权政治的口水图，抗议美国总统川普伫要带美国历史上上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川普俩未来时代的总统马杜罗，佮威胁讲要带出激烈的言论，拢成做抗议人士关注重点。Trump is coming in a moment where he is destroying democracy in his own country, where he is telling everybody that 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laws, about human rights. He doesn't care about anything.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对话精神，来自130外个国家，超过3000位代表会出席，包含美国、乌克兰、德国、法国、加拿大等64位国家元首甲政府的领导人。川普按算伫当地时间2日发表主题演说，这也是川普6年以来头一届出席这个论坛。抗议人士认为，邀请川普就是替伊这个行为挂保证。
at the guest list, we have, for example, Trump that is at the World Economics Forum this year, and we feel like it is unacceptable of the World Economics Forum, but also of Switzerland in general, to host fascists like Donald Trump, because that also kind of legitimizes their actions. 批评者强调，当年的出席者拢是世界经济甲政治的强权，由因去决定民众的未来是真无合理。国际救善者人的组织乐施会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有1万财产的好家人，因的总财产伫2025年冲到18.3兆美金，大约是580兆的台票，创历史新高。好家产当咧造成危险的政治效果。They are buying political power, they are buying elections, they are buying media houses. It is again astounding that billionaires have 4,000 times more likelihood of holding political office. So this is really about the governments making the wrong choices of supporting billionaires and their wealth, further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not the freedoms of people. 乐施会报告指出，政府减税甲人工智慧的流行，让这寡好业人的资产增加的速度是达到最近平均的3倍。强要是所有的社群媒体拢由共一群好业人掌握，真侪大型的 AI 公司也拢属于这个好业人，因强要会当完全甲言论的市场落条条。乐施会也指出，去年1万好业人的财产增加强要80兆的台票，等于是全球上善者的41亿的人口因的财产的总合。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意大利出名的设计师范伦提诺过身，食到93岁，这个人奉讲做是高级服装的最后一位皇帝。伊设计衫是真侪名人拢指定要爱。Valentino 昂伫时尚界引领出热情优雅不朽，就算讲创造伊的意大利时装设计大师 Valentino 已经过往。Valentino 基金会19发声明 ，Valentino 伫罗马家中离开，爱琳娜嘛伫边仔陪伴伊。伊毋那是所有人长久以来指引甲灵感来源，更加是一道真正的光，带来创意甲远见。I try to make women looking beautiful, and I am very happy that now couture and fashion goes back to beauty. Valentino 1960年以自身的名字创立同名品牌，以 Giorgio Armani 时装品牌 Chanel 艺术总监 Karl Lagerfeld 齐名。伊的作品甲好莱坞大明星各个方式开始建立长期搁亲密关系，得到爱用。过往的明星 Elizabeth Taylor、美国前第一夫人 Nancy Reagan、奥斯卡影后 Julia Roberts、影星 Anne Hathaway、Gwyneth Paltrow 等等，拢相当推崇 Valentino。Valentino 17岁前往法国巴黎学习高级定制服装，甲侪位有名的设计师合作。1960年创立同名品牌 Valentino， 作品以奢华、富贵甲华美闻名。C'est une tendance d'une fille très jeune, facile, très féminine, glamoureuse en même temps, romantique en même temps, qu'elle met des choses qu'elle peut échanger tout le temps avec d'autres, les mélanger ensemble. Et c'est une fille solaire. Valentino 互人有做高级定制服的最后一位皇帝，将意大利传统的工厂技艺甲现代奢华结合，爬起到高级定制服的上观点，伫商业化时尚浪潮来临进前主宰业界数十年。Valentino 少年时伫西班牙旅行，对一位穿红洋装的老妇人得到灵感，来做出招牌 Valentino 红。尤其是经典的嘉年华礼服，第一摆登场的是三道正人。时尚杂志 Vogue 英国版主编索尼曼表示 ，Valentino 伫每一个展面拢会当表现魅力甲奢华。伊食老的是因为红毯文化事件来大放异彩，因为迄正是伊华服礼服的完美舞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英国这边街头艺术家班克西嘅创作则引起讨论。约旦河生花漂流型围墙饭店就是伊嘅设计。这间饭店因为甲沙特战争停业2冬，即马重新开幕，所在就正对以色列一个隔离墙，也用意就是要传达政治抗争的理念。伫约旦河西环城市壁立型的围墙饭店，无一般大饭店的门面，旧式的装潢甲前卫艺术的设计感。这间由英国贵在艺术家 Banksy 亲自构思甲设计的3层级饭店，受到甲杀战火波及，已经停业2年外。即马停火，饭店也开始对外营业，互外界会当过亲目睭看到这间充满神秘艺术色彩的旅店。围墙饭店甲隔离墙接受我这边满满乱造的隔离墙，隔开以色列吞垦区甲巴勒斯坦社区，把引起联合国裁定违反国际法。毋过以色列拒绝拆除。
Banksy 以此为饭店设计创意起点，以世界上歹景观为号召，借此表达政治抗争的理念。The Waldorf Hotel is not just a hotel; it's a museum. It's a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hear or learn about the Palestinian story. And it's also a cultural, artistic platform. It represents lots of Palestinian artists through its art exhibition and gallery. 围墙饭店内内外外拢是艺术展示区，以客房的设计为例，跳脱传统的古板元素，有的房间使用以色列军营村的木质做顶下铺，房间内阁有复古的壁炉、精巧的地毯和家具，阁有反差真大的配饰和特色配件，以及大的房客也变作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Because with the ceasefire, that did not solve our problem in the West Bank. This did not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tents in Gaza. So it's a very complicated issue, but I feel that tourists always bring hope, and we are here for hope. 尽管加沙停火，不过约旦河西岸的经济嘛，也阁真困难。比利行有大约4000人为着找头路来离开。饭店人员希望围墙饭店的开幕会当刺激观光，将更较侪人带来比利行。游客除了以艺术共存，也感受到当地人对回归正常生活的期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中国哈尔滨冰雕节远远表示讲，今年这个冰雪竞赛是用40万立方公尺规模创纪录。也根据当局统计，冰雕节去年是吸引超过9000万人出去到哈尔滨，观光财人民票是赚1300多亿。全球4大冰雪节之一的哈尔滨冰雕节，初五暗时亮丽开展，数十扇大型冰雕配上灯光表演，画出行入冬的世界。在零下20度低温，民众包括亲像肉粽，足侪人来参观。第一次来这里玩的，我觉得这里的冰雕都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很棒，做得很棒。头一届来的目睭白甲金唔金，回头客也是学了精彩，因为冰雪世界呈现一直升级，今年用40万方的冰，规模破纪录。冰雕唔但会当看，阁会当耍。冰雪出溜龙，互游客尻川淡糊糊，阁继续耍。而且唔但地上冰景好看，天顶嘛有精彩的。我一开始来，我是不知道它这里有烟花的。我是走下，我突然间听到后面就是有响声，我一往后看，哇，好美啊！还更久，而且更灿烂，而且有那个七彩祥云的是第一次看，还有那个无人机表演，这也是我是第一次看那无人机表演，我是很震撼的。虽望游客来就是要耍雪，不过伫冰雪世界徛久啊，也是感觉伤眼啊。今天但是玩的也确实很开心，不过真的有点太冷了。现在这个冰雪大世界让我最感慨的就是说，它这个厕所特别暖和，然后你玩累了、玩冷了，然后里面还有地方可以休息。哈尔滨冰雕节为期1月日，主办单位讲，暗时的灯光表演甲冰雪出溜龙等活动，会看天气状况维持到2月中。公司新闻林义珠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港这时间再会。